天下间上界世人尊敬的，一定就是妈妈。妈妈实在真伟大，但是做妈妈的人，若是无管教囝儿，就会变成无负责任的老母。有一天，你的囝儿会对你无尊敬，生囝无要教囝，等于危害国家社会。箴言23章13节到14节，囡仔唔通无教导。你用车仔拍伊，袂抵到死；你用车拍伊，就通救伊的灵魂免落阴府。上帝赏赐予咱做囝儿的人，上界大的祝福就是咱的父母。上帝赏赐予做父母的人，上界咱的礼物就是咱是伊的囝儿。做官、做乡里、做老师、做阿蒙土工。也是臭头烂耳歹姑姑，总讲一句，家己生的囝上界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真少有一种角色，亲像妈妈同款，永远无条件地牺牲、地付出、忍耐、甲疼痛。真侪人无亲生的父母，咱中国人在讲生的疼一边，养的温情较大天。这嘛是在甲咱教。养饲的温情，爱知影要报答，因为做妈妈实在真无简单。所以，天下间做囝儿的人，要用乐乐，要用感恩，让妈妈欢喜。妈妈的爱一定要受到重视。母亲的爱是天性，你注意观察每一种动物，就会了解。当一粒卵拄则孵出来，一个囝拄生出来。这个时阵，做妈妈的动物上界歹，你若靠近伊，就表示对伊的囝儿有威胁，伊会甲你甲你拼命。这种天性，人甲动物拢同款，这就是天生的爱，无需要用道德去限制，嘛无需要法律来规定，这是自然的反应。一个做妈妈的人，自然就会去爱。去保护伊的囝，唔免人教。圣经记载一个真出名的故事，伫《王记》上卷3章16节到28节，经文记载，伫所罗门王登基做王的时阵，有一日，两个妓女来王遐，徛伫王的面前，一个妇人人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我甲这个妇人人三甲住一间厝。”我甲伊伫厝内生一个囝，我生囝了后第3日，这个妇人人也生囡仔，阮三甲徛起，除阮两人以外，厝内无别人甲阮伫地。暝死，这个妇人人的囝死，因为伊困的时缀着伊，伊半暝起来，趁你的女婢伫困，伊对我身边抱我的囝去，下伫伊的胸前。将伊的死囡仔下伫我的胸前。天要光的时，我起来要互我囡仔食奶，无拍算，囡仔已经死。到天光，我详细看，毋是我所生的囝。这个妇人人讲，我的囝是我的，死的囝是你的。这个妇人人讲，无，死的囝是你的，我的囝是我的。王讲。甲我压倒来，士兵就压倒到王的面前。王讲，将我的囡仔判做2边，一边予这个，一边予迄个。我的囡仔老母为着家己的囝，心亲像火在倒，就对王讲：“我的主啊，将我的囝予迄个妇人人，千万唔通予伊死。”迄个妇人人讲。这个囡仔无得归你，也无得归我，判伊通。王应讲，将我的囡仔，予这个妇人人，千万唔通杀伊，因为伊实在是伊的老母。以色列证人听见王所判断的案，就拢敬畏伊，因为看见伊心内是用上帝赏赐的智慧来判断。亲爱的兄弟姊妹、好朋友，请你甲听看卖咧。全世间，敢有做老母的人，这尔无爱心，愿意将亲生的红婴仔
画做两边，真相已经非常清楚啊。所罗门就完全了解，有疼心、亲怜悯囡仔的妇人人，才是囡仔的亲生老母。以赛亚书49章15节，上帝讲：妇人人嫌袂记得伊食奶的婴，无怜悯伊所生的囝。母亲节，我从来毋捌送互妈妈任何礼物。过去送互妈妈，大部分是伤心加目屎。我受伤了后，家己一个人伫台北生活，厝伫台东，只会当拍电话互妈妈，甲伊请安问好。伫1998年5月初3，母亲节前一礼拜，我知影今年我有缘无法度当去台东看妈妈，我就用我所写的《再次给我你的手》这首国语的诗歌。添做闽南语的歌词，录伫卡带寄予妈妈，写出对伊无限的感谢甲尊敬。愿上帝透过这首诗歌，祝福妈妈甲全天下的母亲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。行过懵懂少年时，身边总有一个形影，替阮烦恼的阻爱声，叫着妈妈的名，目屎不由流双绝，亏欠你用真心爱。甲阮听，我若像孤芳船只，失去方向四界行。你亲像港口灯塔，领阮平安可欢。我若像孤芳船只，失去方向四界行。你亲像港口灯塔，领阮可欢。选择正确路，唔通回头，唔通行，活到坚强爬起，搁再行。你讲人拢有希望，有行途，唔惊拖磨，男子汉甲目屎一好担。今经过这多冬，毋捌听你哭一声，感谢你用青春，用肺肝甲阮请。如今经过这多冬，毋捌听你哭一声，感谢你用肺肝来甲阮请。我若像孤芳船只，失去方向四界行。你亲像
港口顶塔，领阮平安可看。如今经过这多冬，毋捌听你哭一声，感谢你用泪汗来甲阮情。如果你喜欢这首诗歌分享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与主相遇。